幸福哟！乒乓歌手高升瑞替 WBC 国家队伫练习前的心灵放松时间镜头，佫翕到这位元老级的成员。35岁左投陈冠宇经过个人的自主调整，嘛总算加入团队的训练，有3届12强、2届经典赛的经验，对 Team 台湾的战力的确是一个大帮助。同款北去日本拍球，伫12强的决赛，东京巨蛋的舞台用精彩表现，替咱台湾摕到冠军。31岁张毅甲陈冠宇拢是这届名单中的自擒战将，不过因为毋捌参加过经典赛。想法的话一直都有，然后也不止对上日本队，还有每个国家都想要让他们看到我最好的表现，不管是对到哪一个对手，都会尽最大的能力去把它表现出来。想要证明自我的心态拢无改变，张毅伫日本的职棒拼8年，最后是离开西武赛才返来到台湾。WBC 赛，台湾甲日本分伫同一组，将会搁对战，和张毅真期待。情绪跟自己的想法可能会跟平常可能还要再更来的激动一点。虽然会很积极，但总教练还有投手教练这边也会告诉我说，不要急，还不用急到那么的快，所以就慢慢来就好了。讲到日本公布的参赛阵容，张毅上届想要对决的是大国相平，这个王牌投手山本优心，这是伊伫欧力士共体队友。作为12强胜投王的张毅，敢会当将辉煌的战绩带到 WBC， 成为球迷热门的讨论话题。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